粉嶺都會離粉嶺港鐵站 B 出口需要5分鐘就到啦。地下嘅全新寵物友善商場稱為領玩樂。商場引入咗人工智能嘅接待員同埋空間智能清潔機械人。現時商場已經有40間鋪戶啦，包括咗一粥麵、米線陣、牛奶餐廳、大家樂、酒樓同埋超級市場亦都開始啦。我哋一齊去睇睇個商場啦。由火車站穿過地下嘅隧道，經過奉賢仙館直行就到啦。商場大門係呢個 AI 智能嘅電動門，唔需要推門嘅。一入門口嘅左手邊呢，就係一間71啦。向前行就見到一間心順堂嘅中醫診所，夾公仔機亦都有一間喺度。而且仲開咗一間牛奶冰室添，望落去餐室嘅面積都好大嘅，有機會就可以入去幫襯一下。轉角位有一間專係賣運動用品嘅公司，行前啲又見到一間大生嘅雜貨鋪喎。入邊擺嘅貨品應有盡有，方便居民嘅選擇。隔離就係一間元帥麵館啊，因為都係啱啱開始營業啊，所以都唔係咁多人幫襯。一路行就見到一間一粥麵啦。行前少少呢，又見到一間賣健康生活用品嘅鋪頭啦，入邊嘅貨品亦都相當多。商場入邊仲有啲鋪頭係裝修中嘅，準備開始營業噶啦。商場入邊酒樓亦都唔少得噶啦，有一間叫新寧苑嘅，呢一間係老字號嘅酒樓嚟嘅，相信個質素亦都唔會差到去邊嘅。除咗鋪頭陸陸續續咁開幕之外呢，可以睇到商場入邊嘅配套亦都好充足嘅，有充足嘅充電器同埋無線充電，方便居民同埋顧客使用。再行前少少，發現到2間自提點，咁就真係方便啲居民網購啦，一落嚟就可以攞到貨啦。總括嚟講，商場嘅鋪頭雖然仲未開晒，但係基本嘅設施都提供到俾居民使用噶啦。下一次過嚟呢個商場呢，應該會有更多嘅鋪頭出現啊！
多謝收睇本頻道，請點讚同埋訂閱，多謝。